高雄这个14岁少女被骗去新竹软禁66点钟，每一分每一秒拢是折磨。昨总算是平安返去到厝。少女的爸爸讲，伊第一时间接到查囝打电话报平安的时阵，迄个目屎是用要飙出来。查囝返来厝了后，心情是真平静。查囝甲讲，防软禁的这几天，敢若食一顿，其他的时间拢是啉滚水。虽然防掠去的第一时间真惊狂，但是伊一直甲家己讲爱冷静，爱冷静，爱来等待救援的时机。这个爸爸是真唔甘哦，讲就是这个查囝想捌代志咯，要斗趁钱，甲厝内底斗分配，才会去互歹人来甲骗去。穿有帽仔的乌小外套，原本失去联络的14岁查某囡仔，总算是平安返去厝里啊。他心情蛮平静的，并没有太大的起伏哦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就抱在一起这样子，连回来连哭声都没有了。这是查某囡仔的爸爸，伊讲查囝心情平静，讲到去用掠去关起来迄几天，其实足惊的，但是一直甲家己讲爱冷静。爸爸嘛松一口气，他就一直很安静。有什么喝的就喝水，没有就不吃了。只是警方捌去伊去关起来迄个所在敲3摆，查某囡仔前2摆拢知影，但是毋敢出声，一直到第3摆才故意有声说，会去做线工嘛是想讲加减趁一撮钱。有时候懂事过头了啦，可能会帮家里着想。如果他自己可以不要零用钱，能赚一些小零用钱的话，是不是父母这方面就不用那么辛苦？爸爸嘛讲，查某囝一倒转来就想讲要转去上课，但是厝内底的人希望伊好好休困，失去联络3天，总算是平安倒转来，嘛是足感谢大家当帮忙斗找，爸爸妈妈嘛较放心吗？